我的飞行图书馆内底有真侪足好听的故事哦，咱做伙入来看卖咧。小可，咱来食饱酱哦。小可，咱来换衫。我是小芬阿姨，我介意写精彩的故事。伊是巧巧猫，啦啦啦啦啦啦，伊是红帽啊。今日阁有几来个囡仔，甲咱做伙听故事哦。大家好，嗨，我是乐乐，咱要做伙来听小芬阿姨分享故事哦。今仔日要听倒一个故事咧？巧巧猫该救红帽啊！红帽啊，是送鸡卵糕去互阿嬷，毋过去拄着野狼的迄个红帽啊，是无？巧巧猫是安怎会甲红帽啊做伙？到底是安怎？真正互人足好奇的，咱紧来听故事。巧巧猫的头壳顶嘛有一顶帽仔呢。感觉敢若有神秘的大代志要发生哦！你是啥？巧巧猫惊一条，赶紧回头看是啥物人咧讲话。伊斟酌甲看，原来是一个查某囡仔。伊穿一束有带帽仔的红红的红袜，红甲哪像春天的气泡咧。你是啥？是安怎你嘛戴红帽啊？巧巧猫摸家己的头，伊的头壳顶发出来的竟然是一顶帽仔。听伊讲，敢若是一顶红帽仔。你又阁是啥？要去倒位？我较早伫咧树林内都毋捌看过你。本来我有答应阿母，爱直接坐公车去外妈因兜，绝对袂行入来树林内。因为无听阿母的话，所以你感觉真烦恼。是安怎你毋听阿母的话咧？因为我想要家己做决定，毋是听别人的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想看觅，假使你是红帽啊，你是想要家己做决定？也是，互别人来替你做决定咧。我感觉应该互阿爸阿母来做决定，因为阿爸阿母做这个决定，拢是为着我好。哦，我了解啊，你真信任阿爸阿母，感觉因的决定拢是对你好诶。可是我是红帽啊，我爱听阿母的话。嘛是着爱听阿母的话，因为行路会行一阵仔久。因为若伫树林，风险会较悬。我感觉树林真恐怖，就是可能会去拄到野生动物，野狼可能会出现。坐公车会较紧，而且入去树林，行路会较慢，阁真忝。阿乐乐，你感觉咧？你想要家己做决定无？我当然嘛想，不过大人拢无爱互我家己做决定。红帽仔问讲：
你感觉家己做决定是毋是较厉害？我家己捌做过啥物厉害决定咧？透早食的早顿是阿母做的，学校是校长招我去的，会甲鸟仔花做好朋友，是因为伊想要甲我做朋友。哎呀，巧巧鸟想袂起来，家己捌决定过啥物重要的、了不起的大代志。我决定要来树林，是因为阿母唔让我入来树林。听讲树林内底有野狼，有毒苹果，有尖角螺啊，有刺牙牙的刺猬。白雪公主的故事才有毒苹果啦！你这无听话的红帽啊！刺猬、刺牙牙，爸母生成的啊！即卖囡仔足奇怪。刺猬怨叹煞，又搁气噗噗走转去大树仔后。红帽仔的心情我知，巧巧鸟嘛知。红帽仔甲篮内的鸡卵糕摕出来，食一喙。伊讲：我会当决定要食还是唔食，我嘛会当决定无爱听阿母的话，我真自由。毋过我感觉，就算会当家己做决定，嘛无保证这个决定是对的。比如讲，你决定无爱听阿母的话，走入来可能有危险的树林，唔去坐紧搁安全的公车，安尼敢好？啊，就是唔好，我就来烦恼啊！害啊，袂赴啊！紧带我来坐车，grand妈讲4点一定爱到因兜。伫公车站的时阵，红帽仔甲巧巧鸟细声：多谢你甲我解救啊！我到底多一天才会当家己做决定？巧巧鸟讲：认真甲想想咧，咱即马做的家己的决定，有可能是为以前别人捌教过，也是听过、看过的经验来的。这个世界敢真正有绝对是家己的决定这种代志？红帽仔开始思考。这个问题对我来讲淡薄仔困难，我即马家己决定，无要回答。再会，巧巧鸟。这个世界敢真正有绝对是家己的决定这种代志？我阁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大家，想看卖恁的生活内底有啥物代志是家己无法度做决定的？我要家己做鸡仔饼无？哦，是安怎？你感觉家己无法度做决定咧？因为迄足烧的，我惊我会互烫着伤。要去上课无？因为受教育是政府规定的，我袂使家己决定。会使家己做决定的代志，应该真有意思。有一个代志上好是家己决定。我会使阿母我家己切菜。哦，你会当切菜哦？安怎讲？我为中班就会当啊，因为阿母感觉我大汉啊，因为阿母互我的刀仔头前是圆的，迄支刀仔较安全，所以伊互我切菜。我若想要切真甲花，我会家己决定要切啥物色。会使家己拣家己想要买啥物衫，因为我无介意别人替我拣要穿的衫。我若是无介意的，我就袂穿。我会用你家己决定选好看的故事册来看哦。啊，对啦，小花阿姨，猫仔话你敢听有？
猫仔话敢听有？我当然嘛听有。那有可能？对啊，哪有可能？因为我甲巧巧猫斗阵足久的，我已经足了解伊的心思啊。安尼就是捌巧巧鸟语啊！捌巧巧鸟语，凡世别款鸟语，我都听无啊。迄是需要斗阵过，才会互相有感应。你是安怎想出巧巧鸟这个故事？巧巧鸟的故事是因为阮兜真正有一只猫啊，足可水的猫啊叫巧可。迄只鸟是查甫还是查某的？巧可是查甫的，是一个缘投仔送。缘投仔送。巧巧鸟几岁啊？巧巧鸟即马9岁哦。鸟比我搁较侪岁。对啊。真正的巧巧鸟，敢有兄弟姊妹甲伊做伙？无呢，真正的巧巧鸟，伊应该有，毋过咧，即马伊敢若孤一个独身啊，住伫咧阮兜尔，兄弟姊妹拢伫别个家庭。就赞呢！多谢淑芬阿姨甲咱分享巧巧鸟解救红毛仔的故事。乐乐的飞行图书馆，咱后摆再会，拜拜，拜拜。囡仔兄、囡仔姊，影片看完啊，有介意今仔日的故事无？爱记得互目睭休困一下，后摆才搁做回来飞行图书馆听故事。拜拜。